我们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义忠。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现主席上新的现场消息。这是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小连续2天伫中部地区。下早接受访问时，伊就讲到国民党，伊讲苏当年就是为中部开始来衰败。咱做伙来听宋楚瑜上新的讲法。让台湾人丢脸的那些国民党的买办阶层，让宋楚瑜敢在这边让对岸晓得，台湾政治人物不是都可以被收买的，找回我们台湾人的尊严嘛，找回国民党的尊严嘛。国民党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不好好的检讨吗？好意思还在登广告，只不过是让大家更晓得钱都到哪里去了。我讲的这么大，不是在生气啊，是觉得真是啊，看到这些人，哎，真是摇头啊。所以为什么要到中部来？当年就从中部衰弱下来的。我们台湾过去省政府训练的这些，逐渐到中央去好好去替人民做事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基地，怎么会变成如此这般？找回我们共同的光荣，让会做事的人能够在世界上跟人家去沟通的这些领导人的格局，找回台湾人的尊严和骄傲。好，咱拄则听到就是宋楚瑜上新的讲法，继续要来看到同款是在点上新，要来关心警察宣传的手法愈来愈五花十色。为了要宣导民众啉烧酒了后唔通塞车，基隆市警察局特别模仿出名汉语广告，找警察来搬汉语。另外一个人搬仿18当人来录一个咖啡色的披萨，甲啉烧酒了后莫塞车这个观念放伫咧经典的台词内底。剪辑会当讲是真古锥，也搁再配合轻松的音乐，会当讲是两个人，一个西讲，一个倒头斗打甲叭，宣导影片随声真侪民众点入去看。人咧讲老的老布丁，也毋过出名要来黑白拼，这是想要来投票，真侪支持者拢会真热情来応援。候选人造势会场爱特别注意身躯财钱财，像讲去年9月，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来到台中公庙来拜票，拢总有5个人组织这个窃盗集团。年纪上少年的嘛已经69岁，上届这岁已经88岁。因假先是韩国瑜的迷将，对行程四界拍走，趁机会甲人整溜啊！偷摕到支持者的皮包啊，敢若一天就摕到5万块。落尾警察追查已经抓到3个人，检察官依照窃盗罪嫌甲起诉。来到选举场支持的民众无用翕相发动选，这个时阵一个伫候选人的帽仔喙的有一支烟，穿白衫的查甫人入去人这个所在，伊伸手偷摕被害人的皮包仔，偷摕到了后就赶紧离开。我的皮包被人家摸走了，对，偷走了。在哪里被偷的？就在这个附近而已。这个查甫人的18000外块红蒙起着急甲强要扣出来，受害的唔哪一个，买手检警追查，发现是一个拢总有5个人的窃盗集团，因2个人一组，一个人负责看头，另外一个人趁人手压悬咧翕相的时阵，甲手伸入去被害人的落地啊，也是皮包内底偷摕钱。拿相机出来照相的时候，那正是在我们的监视画面上，那正是最危险的时候。那窃取被害人的主要是皮夹以及皮夹里面的财物以及。检方追查抓到3个人，因平均的年岁超过69岁，其中上大已经88岁啊。查拉底选举的活动拍走，找机会犯案，敢若一天就互因偷摕到超过5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新北市新庄这老母讲，带查某囝坐公车无张无弛，拄了一个青裙的查甫出手逮因2个查某囝的阿妈棍，甲阮讲讲，佫讲阮讲唔插伊。咱台视新闻的记者找这当事者，伊背回讲，事当时因为卡互对方卡倒，含对方伫咧歹声扫，变做误会。公车业者嘛讲，下来会加强教育阮讲处理问题。查甫人排啊，经过路边摊头前，准备要登去，看起来真正常。不过其实伫几分钟前，伊伫公车顶诶对2个囡仔动手。当时我根本没有恶意，我想把那个女孩子的那个脚弄回去，因为她伸出来。你没有碰她脖子？根本没有，我只是动她的脚而已。就算有也是不小心的，也绝非恶意。
防指控的说过查甫人讲拢是误会，不过要哪会伫采访的时阵，互警方带去问话，想到迄当阵的代志，吴妈妈就足惊。然后下晡2点外，吴小姐带1岁甲3岁查某囝为西门国校公车站上车，准备要登去，想袂到伫书院路往大众庙的路的2个囡仔，互一个青婚的查甫人攻击，动手电暗棍啊，互吴小姐惊到要死。我是坐在中后段，完全不可能影响到他，而且我小孩一个是倒坐在我身上，一个是坐在我的旁边靠近窗户的位置。请问一个1岁一个3岁的脚有这么长吗2个查某囝无代无志，红地暗棍啊，互吴小姐就唔甘的。迄当阵找司机到3港报警，结果司机煞甲伊讲卖甲伊计较。也有问过驾驶员，驾驶员表示他因为他没有看到，所以说他们就没有协助。后续我们也会对驾驶员施予再教育训练跟行政惩处。当事人告对方妨害自由，警方嘛甲嫌犯带登去派出所。目前双方的讲法拢无同，警方嘛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地下钱庄一个人搬骨落的角色来骗被害者，2年来骗超过2000万。台北市警察就抓到这个钱庄集团，因放档内利息60%，行情日子还未到，就先去入票。被害者烦恼信用会破产，搁去借钱。这个时阵，钱庄第2组人就开始出现假先要搁再放钱给人，其实这拢是用同款的手路挖坑给人跳。到民俗头家钱踅未得过，互因压去山顶拍，摕民俗来抵押。落尾警察搁再查到一个出名资深的查某艺人，同款嘛是受害者。弄门叫出租出来，2个人伫门口坐咧开讲，因毋是朋友伫破刀，是地下钱庄的人来讨笑。警方进前抓到一个乌道经营的地下钱庄，行伫头前的就是主嫌姓柯的查甫人，伊的后壁搁缀几楼的细汉的。这个地下钱庄专门放档内，会要求被害人签比借的钱更较侪支票，借到钱了后，钱庄就会向提早倒支票，害被害人钱还袂出来。这个时阵，第2个钱庄就会跳出来，同款提供贷款的服务。被害人敢若会当搁去借钱来补顶1张支票，结果借来借去拢是同一个钱庄，害被害人愈借愈多。等被害人不到还款日期之前，就将支票兑现，让被害人跳票，以同样的手法再借予被害人。这个地下钱庄借钱的利率有60%，被害人欠的钱愈来愈多，根本就还袂出来。尾啊，钱庄才搁找人假是被害人逼伊还钱，或者是要求对方甲厝还是车摕去抵押。一个民宿的头家就抵押伊的民宿，2年来受害的上少有6个人，含资深的查某艺人嘛捌互因讨过笑。现在掌握到有6位被害人，损失金额也超过2000万以上。前案1重利。伤害、恐吓己财，还有组织犯罪，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地下钱庄逼被害人愈借愈多，尾也搁暴力讨笑，真侪民众拢受害。警方这回拢总抓到10个人，会扩大调查，要把这个集团的人全部拢抓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国庆日，高雄市办国庆升旗活动，韩国瑜迄当时以市长的身份来参加，主持人辛海玲强大声喊总统好，和市政府观光局认为违反行政中立，罚8000块，引起有人认为讲无符合比例原则。落尾市政府嘛特别出面驳回，讲这一切拢是照契约内容来规定，已经罚较重啊，希望这件代志赶紧过了身，散了台。旗海飘扬，这是去年10月10号高雄国庆升旗典礼。当时韩国瑜搁咧准备请假来拼选举，支持者当然是全力来咧劝，但主持人讲的话却引起争议。就是这句话，互外界点名，根本是违反行政中立。事后主办单位市政府观光局嘛按照契约规定来开发，但是法警互立营不满。民进党议员伫咧面册顶悬打出观光局裁罚说明书，指出国庆升旗活动主持人因为无照稿来演出，按照契约经费表，敢若罚8000块，就算肯定观光局保持行政中立，但靠发的金额是不是有符合比例原则，嘛是有疑问。当初他这个标案总标案是300多万他裁处了8000元，可是这样子的金额呢，依照他这个整个标案来看的话是偏低的。升旗典礼这一块应该是说它是属于加值回馈的部分，那加值回馈的部分比例上本来就不会那么重。整场活动呢，其实已经有按照契约规定，我们做减价收售，扣价金的20%。
那同时也处以1倍的罚金。市政府解说会来加重裁罚，唔但爱符合比例原则，主要嘛是爱消毒积极。未来我们都会针对主持人部分，都会特别邀请厂商特别加强。市政府阁强调，日后会继续保持行政的中立，避免这种代志伤了市政府的形象，也影响韩国瑜2020年的选情。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现场，赶紧要带大家关心拜六日要投票，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伊讲蔡总统唔那是干那三军总司令，嘛是网军的总司令，讲伊的资源用袂了，讲这一场的选战是资源完全无公平的选战。总统蔡英文下早日咧彰化车队落街扫票进程，嘛有上新的回应。详细情形，连线记者肖秉仪来带咱了解。秉仪。好，观众呢，这总统蔡英文的全台的车队扫街，在刚刚呢也来到这个彰化来陪着陈淑月来一同深入巷弄来进行扫街。好，不过在刚刚一大早的时候呢，其实面对现在选战毕竟剩下没有几天，那么对手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现在也猛批蔡总统，他认为说现在呢总统是整个网军的一个总司令，而且还说现在呢是以自己用指甲刀来对抗的是民进党的冲锋枪。那么对于呢这个对手的一个批评，总统蔡英文在早上也做出了回应，带你一起来听。不要把这个国军的事情拿来随便做文章开玩笑，这是不好的了哈。那我也了解，韩国瑜市长老是说我是这个网军的头吧哈，这个我要在这里讲，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啊。那网络上确实有很多年轻人支持我啊。但是我做的不对、做的不好的时候，他们也批评我，把他们说成是网军，这是不公平的事情。那更何况呢？国民党对于他们自己的国民党人所承认的网军都没有澄清或解释过那么韩市长对于中国水军在网络上的种种的操作，他也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好，可以听到了，总统蔡英文呢，对于呢这韩国瑜的整个抨击他是有点不以为意，甚至还反批呢这个韩国瑜，事实上呢也是用抹黑的方式来对付、来批评这个民进党。好，那么特别他也说了，现在没有所谓的网军的事情，而且还说现在韩国瑜现在剩下没有几天的一个选举。铺天盖地的整个电视广告面积很高的一个投放，他说跟他塑造的庶民的总统形象很不一样，而且呢还说呢，韩国瑜必须拿出有力的政见来说服民众。好，那么现在目前呢，总统也出发了，进行到下一个地点，那么来进行车队扫街。以上目前现场最新，再把时间交换棚内。多谢秉仪详细的报道。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前总统马英九拄升价做话讲，釜山的行程同款下早落南来到高雄，陪国民党党籍立法院候选人来到菜市仔落街扫票，加一个新身份，看到伊的心情起码是袂歹，也毋过若讲到小英政府同款是无咧客气。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孙桂冠来带咱了解。桂冠。是主播，今天前总统马英九呢是特别南下高雄来陪党籍立委候选人一起扫街拜票。而稍早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接受访问，对于现在的执政党是炮火猛烈的猛攻。我们先来听听稍早马英九前总统的访问。所以看到在选前，民进党的许多动作，让我们很严重的怀疑他们对维护宪法的尊严是毫无诚意，同时蔡总统也没有能力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看看我们的邦交国断到这个程度，他一筹莫展，只会怪别人。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他对于自由民主的打压，也是历来解严以来最强的。各位看看，连台大教授都可以因为批评复工南院的政策而被警察约谈，一查好几个月。现在法院终于暂时还他清白了。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蔡总统他的诚信问题也一直受到质疑。最近《纽约时报》也开始报道他的论文可能有问题。我们并没有说一定是假的，但是出现了许多且一般的证据，使人无法相信总统真的是那么的诚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我们中华民国继续往前迈进，1月11号一定要让蔡英文下架，好不好？好。
而今天大家比较瞩目的其中一点呢，其实就是马总统呢，其实他已经多了一个外公的身份，因此在现场呢，其实他在发春联的时候，有不少民众是跟他说恭喜。而刚刚我们访问的时候呢，马英九前总统呢，他也说其实是相当的开心，还特别透露，虽然现在小孙子还小，不过未来也是多一票。而问到这一次呢，他对于这个国民党的选情如何，他说在高雄这边呢，他相当有信心。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先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拜六特别投票，大家嘛真关心天气的状况。天气的消息，特别来关心气象局讲到，刷来这礼拜有2波冷空气会来报道。今日拜三起，东北季风落南，强度瓦大陆冷气团，中部以北、东北部上开低温，大概剩14度。一直到拜五、拜六冷空气减弱，拜六投票日这一天温度就会升悬，日时温度真舒适。另外来关心，这是礼拜日起，东北季风会变较透，这波水汽就会变较济，超过3000公尺的关山有机会落雪。同款嘛是和投票有关的议题，要投票进前，就要先检查家己的身份证敢是上新版的。内政部提醒讲，民众若是摕2005年12月21进前核发的旧式身份证，都袂当领选举票。建议大家爱检查一下，假使若是发觉家己身份证是旧版的，赶紧伫咧投票日进前申请补发新的身份证。过来关心苏花改专线正式通车，无到1天的时间，算会拢总开61张的超速违规罚单，大部分拢是咧国防部坑，也有观音磅坑。上届含的这一日超速37公里。宜兰县警察判断讲，真有可能成为民众拄驶来到新路，对这个位限速无讲真清楚。建议大家一定爱甲时速控制伫咧60公里以内，才袂互警察开罚单。苏花改专线通车，第2天拢无塞车，真侪民众一个无细力，油门就吹甲上过头。短短18点钟，苏花改着61件超速的违规，平均1点钟掠到上少3件，其中国防甲观音2个磅坑占上多。其中包括东澳的部分有5件，观音的部分30件，古风的部分有26件。上限的就是伊7号半暝4点外，轿车伫国防磅坑吹到时速97公里，超速37公里，和测速的相机翕落来。像这款的测速的相机，观音磅坑甲国防磅坑，南北向拢总有8支，开工无到1天，就开56张超速的罚单出去。因为60一个不小心我就超过了，我会很谨慎的开，然后也会保持距离。警方讲，驾驶对苏花改新路段可能也阁无熟，一个无细力就会超速。未来阁加按科技执法的区间测速，经过这个所在一定要加注意，才袂受到红单。记者综合报道。去年12月，远东航空公司一个无张持停飞，互民航局甲远航民用航空运输业许可证废掉。远航提出陈述书，要来争取搁再继续营业。不过，民航局上尾也是建议废掉伊的牌，等到交通部上尾搁再审核。远航的牌若是废掉，想要继续做生意，恐惊都要像新成立的航空公司同款，都要行5个阶段。即马投票日也有新正年运输问题，交通部会协调华信航空也有立明航空公司调派外国飞行机来支援外岛的航线。远航即马阁要先处理员工薪水的问题，因为台北市劳动局初6来查查了后，发觉到远航欠上千的员工，算会拢总5000万的薪水。因为真严重，依法加重处分，罚远航150万，会当讲是有史以来头一个例。希望能支持我们付费。远东航空去年12月向停飞了后，民用航空运输业许可证就互民航局废掉。虽然远航一直想要复飞，提出陈述书，不过民航局也是向交通部建议爱废远航的证。已经有提出建议就是要废止远航的民用航空运输的许可，请这个民航局再补充这个说明理由。这个部分还在进行的程序当中。交通部长林佳龙证实，已经收到相关的公文啊。若是远航废证，过来离岛的运输一定会出问题，尤其是春节伫要到啊，要安全才好。交通部提出解决的方案，会协调华信甲立明航空调派国外飞行机支援离岛的航线，另外嘛会有准到3天来载人客，希望会当甲远航超30%的运输量补起来。远航防废证了后，若阁想要飞，接手的团队可能爱去经过5阶段的试航验证。资金进入
5会计师的签证申请设立到我经过5阶段标准流程是1年半至2年的时间。远航面对的考验，佫唔哪一件。一张远航来飞批，互人公开。讲公司因为资金互银行查封，本来初5要发薪水，毋过即马时间爱前啊，预计有成千个员工受到影响。台北市劳动局启动劳检，发现远航欠6000多万的薪水，若上济会罚100万。董事长张光伟佫有可能会妨按大量视劳工保护法限制出境，这甲目前检调限制张光伟大所在嘛无同。随网传讲有香港的公司愿意偏股投资，交远航的经营权买落来，不过根据了解，资金也未够，看起来远航想要搁飞，财务危机也是爱先解决才会用的。记者综合报道。换者心情来看到要过年啊，规台湾各地年货大街拢要起鼓，真有过年的气氛。其中高雄三凤中街已经开始有民众来采购，另外台中一中街生意共款真好，大家做甲袂得去。台北市今年年货大街拢总有9大商款烧头，像迎宾商款，互人讲是台北人的灶卡，也佫有真好食、真好通买后火车站商款，也佫有迪化街商款，在地出名汉药店南北货，佫是头一届来推杀手路菜要拼生意。用保筋骨的杜仲，佮有抗氧化药草来炖的中药汤头，配上鸡腿，温补又佮健康。迪化街中药行拼跨界，要抢年菜的市场，来杀药鲜的年菜，连百合花、芦花果拢会当入菜。伫咧在地南北货店家，同款是头一摆来烹出家己的手路菜，花椒干贝鸡汤，用常温来咧包装，民众只要烫好烧就会当吃。是我们南北货在地店家家传的口味汤底，我们都是使用在地店家最优质的这个材料，比较温补。那在过年的期间呢，又可以让大家不要吃得这么油腻，但又可以享受到年菜，又有补到身体的感觉。今年台北年货大街串联9个商款，除了老牌迪化街以外，佫包括有台北人灶卡称号，主打新鲜的迎宾商款，佫有好买好势后火车站商款。10号就会正式开始，这摆嘛找来艺术家，杀出3款的发财金。欢迎试吃哦！镜头来到中部，台中一中街随着年节伫要到，街路嘛有袂少来采买的人，每一年拢会有数10万人来的。天顶年货大街是预算伫咧9号来上场，往南部来行，高雄的三凤中街就算活动也未正式开始，嘛已经出现买气啊。还好可以耶。跟平常相比呢？有多一点韩国饼干啊，有空就来买啊！我在平日来啊，所以今天人也算蛮多的。无想要人客人，民众陆续来咧采买，亲像是袂当欠缺的汤仔饼，佮有大会拢真受到欢迎，出现人潮嘛加添过节的气氛。记者综合报道。要过年啊，嘛有真侪人会先去修剪头毛。高雄就剃一个剃头毛的美发师，真有爱心，互发展发慢，一个发育较慢的囡仔，买当真好水水好过年。今年已经小连续第3冬来到治疗中心，替囡仔剪头毛，拢无摕钱。拄到无爱夹头毛的囡仔，伊嘛会真好好啊，含人安搭。另外，佫有一个美容师替囡仔化妆，看起来是1日剃头，3日缘投。伫咧面里来抹粉，画好底妆，想要有好的气色，口红袂当减。查某囡仔嘛爱打扮，另外一边当咧夹头毛。专业的美发师出马，哪热哪剃，要夹一个清爽的头毛，但嘛是会拄到亲像这种的囡仔。因为惊夹头毛，就一直咧动。就算是安尼，美发师也是有办法，一口气就派出3、4个技工，有人负责来安搭，有人负责用手来保护囡仔的面，避免互伊伤到，就安尼豆豆来完成夹头毛的任务。他们不肯让你去碰触他的头发，所以你要拿那个刀子去剪他的时候，他会一直不断的去拨。机剪的时候就是趁他熟睡的时候，然后拿刀子随便把它剪掉。做这个也做了差不多30几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困难啊。要为万尾的天才来夹头毛，一直是家长的挑战。有美发师真有爱心，连续3年来咧做义工，佮有造型师团队招出动，一个过年进前来大变身，要让每一个囡仔拢会当真好水水来过年。记者综合报道。
搁再来关心，这是屏东潮州新正年市集单位，会当讲是真抢市，已经超过20年历史。今年咱看到一半区拢总干那336个价位，现场超过3000外个做生意的摊贩要来登记，着签率干那一成，会当讲是有史以来上歹抽到。另外，今年特区的部分，咱看到增加85个单位，不离个特一区上盖悬得标的金额，拢总202000块22块，同款嘛是有史以来上介侪钱的记录。咱看到真侪摊贩拢是真拍手伫咧开钱，就是看到新正年的生意会当来大抽，莫怪人咧讲手啊有偌大，眼就偌大。潮州体育馆内底满满拢是人，排队是排甲数十人，对楼顶一路排到楼骹，就连体育馆的外口嘛出现排长长的人，一日看过去，数千个人聚做伙，就是为着要抽春节市集的单位。无溜啦，生意可能是可做来使款，一点仔趁。排队的人将体育馆是挤甲满满满，搁较含的是，搁有民众前一天暗时就摕椅仔来咧占位，因为潮州春节市集对30暝就开始，会一路开到初三，连续4天24点钟无休困。马拉松式的摆档嘛，互市场的单位是真歹抢。今年有336个位置，中签率大概1成左右，今年特别低。尤其今年春节的市集，一般区单位抽水只有336个。就算一担爱4000块，照常吸超过3000个摊商来咧登记，但抽到的机会只有1成。另外，特区的单位虽然增加到85个，但第一区同款是创下上悬的得标价202000块，第二区是181000块，上加特区的单位嘛爱28000块。敢若是特区的竞标金额，就为定公所早来超过500万的收入，创下新的纪录。今年的特区是85个摊位，最高的投标金额是202022。今年总特区的收入是508万，比去年大概多了将近100万左右。竞标的单位收入创新纪录，说同款是真歹抢到，嘛会当看出潮州春节市集商机是真惊人。记者综合报道。我和四海大代志来关心咱台湾伫要投票选举，一个这个敏感的时间，中国的中共解放军最近公开一段影片，是伫西藏军区驾驶兵训练的过程。伫咧山区高原起起落落的地形，驾驶兵驶拖拉机看起来真熟手，亲像咧驶自家用同款摔后斗驶 S 型马具，功夫真在八，袂输伫咧表演特技。车链啊，伫咧涂骹路测出这个真大声险，6架大卡车一个扫尾就定位，比特技表演更加精彩。驾驶员在车速达到60公里以上时，同时松油门、踩制动，快速回转方向。这要求驾驶员具备娴熟的技术和对车辆极限的准确掌控能力。但是，敢若是扫尾阁无够看，北区也是动车嘛是考验着技术。驾驶一边来闪攻击，一边爱快速停做一字形。后一关 S 型的北区，驾驶爱用无超过15公里的时速，连续北区西弯，而且来突破街轨啊，最后开启了下小的钢条，通过烂土甲结冰的路，才算是过关。湿滑的路面让车辆失去抓地力。驾驶员通过对档位、油门的准确使用，将车辆缓缓开出现车点。这是中共解放军西藏军区发布的影片，主要是咧训练驾驶兵的技术甲反应。就算天气无好、地形危险，但是驾驶兵一个一个，敢若是车身上身，参像是咧演电影。厉害的赛车的机卡，将卡车驶甲敢若是普通的轿车同款溜咧。扫尾 S 型北区这特技拢总展出来，这段影片嘛，互人看到解放军的另外一面。记者综合报道。刷来若拄到这款的情形，功夫国安抓到差10万难飞。这是俄罗斯岛，是一寡爱钓鱼仔人的度假胜地。最近一寡钓鱼仔人为着一时的便利，把车插伫咧冰的顶面，结果停的车伤过济，伤过10钱，规站冰载袂牢，熊熊崩塌。哇，45架车规拢沉落去水底，上严重的落落去水底2公尺深的所在。在地政府随赶紧派吊车，把这车吊起来。假使若是人沉落去发生意外，安怎算都袂好。看过去几落台车拢栽落水底，有的车规台拢沉落。本来欢欢喜喜去钓鱼的民众，来到停车场看到这个画面，真正是笑袂出来。Произошло то, что поленились оставить свои машины на берегу.
代志发生伫俄罗斯岛，迄当中有真侪民众违反规定，甲车驶去停伫隔壁的湖顶的，结果车实在伤济啊，兵雄雄逼去，有要45台车落落水底，有的车佫看会到，有的车规台拢沉落，上惨的沉落湖底2公尺深的所在，当地相关的单位赶紧派人甲车吊起来，好加载人拢无伫车顶，无人伤亡。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е температуры воздуха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ли эти ранневесенние цветы распуститься уже сейчас. 受到天气改变的影响，罗西亚拄到133年来上烧热的寒天，若火提早开，冰川油气的速度嘛变紧，含水嘛落甲较少。俄罗斯岛是钓鱼真有名的所在，但年寒天拢会有真侪人来遮钓鱼。不过今年却因为寒天较烧热，湖顶的冰变薄，才会造成这个意外。虽望政府强调，无应该伫冰湖顶的塞车甲停车，不过这是一件地球变烧热造成的意外，算嘛是事实。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看魏应充上新的现场。执行其实魏应充先生有16个字，希望能够向社会大众还有各位媒体转达他的心境。那他的心境其实就是以诚待人，以正做事，上天淬炼，逆增上缘。那其实对于这样的结果，我想身为一个辩护人，我们有一些意见想要表示的。那其实这个案件从103年5月爆发全国最大的食安案件到现在，历经5年了。那其实一直以来，身为一个辩护人，我们并不愿意批评司法，但是我必须要说，看到这样的判决最后的结果，我们非常的遗憾。这样的判决距离可以受人民信赖的司法的距离还非常非常的遥远。因为在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到，检察官从一开始没有非常完整的调查就滥行起诉。到中间，行政机关为了配合检察官的调查，做出了一些违反行政中立的事情。那在审理过程，我们也有看到部分的法院不尊重食品业的专业，然后产生了非常多的偏颇，还有不公，甚至在社会舆论的压力底下，放弃了严守证据法则还有无罪推定的原则。那最后，其实最高法院我们非常的遗憾，没有勇气能够查明事实的真相。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判决，对于所有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警讯。为什么我们的司法会变成这样子一个没有遵守无罪推定的原则？但事实上，在去年1月的时候，越南的媒体报道就有报道一件事情，在本案起诉发生的缘由是认为越南当地的供应商没有出口食品的证照，但是在去年1月的时候，越南的报道已经证实，越南的这家上游供应商，它是不需要取得这样子的文件的，所以这样整个起诉的基础都已经不存在。可是最高法院还是没有勇气能够推翻这样子一个错误百出的判决，我们真的感觉到非常遗憾。不过，在本案还有部分的事实是发回到台中高分院重新审理的，我们还是期待在高等法院审理的时候，法官能够秉持中立听讼的角色，不要带着有色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案件，让这些新调查出来的证据能够把事情说清楚、讲明白、厘清真相。我相信最后的调查结果还是可以还魏应充先生一个最后的清白。以上是我们的声明，谢谢。有其他问题要询问的吗？好，咱今麦听到的是律师详细的讲法。鼎新集团董事长魏应充因为伊的身份漂失无老实，掠去关1年8个月了后，假释关出来。去年11月，佫因为越南偷油案件，予最高法院判刑5年9个月。这件案件已经确定，中华地检署委托台北地检署替因执行。魏应充下早啊10点来报道，都要掠去关，恐惊爱伫笼仔内过年。其他消息，搁再来关心，伫咧大都市要生活、要做事，实在真无简单。厝价真悬，一寡人敢若会当住较外围。像讲英国伦敦，就有一寡人是住伫咧水面，上少算算的有15000外人，因为买厝买袂起，规气买一只船伫咧河面生活。另外，美国旧金山科技业重要的硅谷地区，因为厝价同款是真悬，一寡人是住伫咧露营车内底四界流浪。人头拢伫遮，有钱人真济。这条大街路边停满规排录影车，莫叫是车主有钱阁有闲。其实因拢是硅谷厝价大起的受害者，一只车就是一间厝。This is my home.
And I'm happy here. 苏考特捌做卖厝的业务主管，互人是头路无收入，厝阁租袂起，只好住伫咧车内底。2019年统计，十个一房2厅的厝，租金来到12万的台票，就连伫咧 NASA 上班的人，嘛敢若会当住伫咧车内底来做车务作，有人甚至住伫咧搁较细只的轿车，也是买一只空的货车，内底敢若摆一张眠床，都是全部的财产啦。So there are gyms on the campus where I work. There's showers at the gyms. They have cafes where you can grab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So I thought it didn't make a lot of sense for me to, replicate that whole environment at home. 英国伦敦同款是寸土寸金，租一间25平的厝，起码爱台票8万块，连续3年是全欧洲上贵的。当地民众嘛拢是租袂起，就来上着伦敦运河买一只船，规家口仔带入去，来做这个水机族。So rather than doing that, you can actually buy a boat. Few years rent would cost you. And then the cost of living is infinitely less. 伦敦上新的统计，参像安尼的船厝大约有5000只，比8年前是加1倍。水机族的人至少有15000个人，对经济上来考量，可能会当来新厝租。但是一寡做过水机族的人发现，停船嘛爱交使用费，水电甲油钱的开销是搁较大。若是要看医生，也是读书，搁有修理船嘛是一个问题。这若是拢无处理好，无的确就爱开搁较侪钱。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真侪人爱走表运动。英国上新的研究发觉讲，练习走马拉松走半年，血管血筋会当较少年4岁。我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超乎想象，颠覆经典，今年绝不容错过的降妖喜剧《花游记》，看帅气孙悟空如何爱上美女唐三藏。你怎么算准我刚洗好就立刻召唤？他们之间痴痴的爱又是如何让牛魔王气得牙痒痒？再从头来一次！你少动歪脑筋！南韩史上最仙的卡司即将登场，1月13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当人民头家。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为我们发声。1月11号，让我们一起决定台湾的未来。决战2020，开票看台视。明晚11点，《延禧攻略》精彩最终回。票。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里，咱生活中用较真普遍。这里带大家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大，这个大就徛起居住的意思，像讲你住伫倒位。另外，这个大嘛有伫什么所在意思，像讲你住遮看。另外，这个大嘛有过暝意思，像咱讲住饭店。若是和人做伙生活，咱会当讲和什么人做伙住，像讲伊甲外口的伙计住。若食什么款的头路，咱会当讲是住什么款的公司。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头一个就是借住，这就是暂时借一个所在来住，或者是会当讲过暝意思。第2个词我住，同款嘛是暂时借住的意思。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合做伙。譬如讲，后生大学同学，趁休热伫环岛。这2天伫咱兜借住一暝，唔知影讲伊我住伫咱兜敢会关系？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大，提供给大家参考。继续健康的话题，来关心走表对咱的身体健康是有帮助。因为英国上新的研究发觉讲，练习走马拉松走半年，血管血筋会当较少年4岁。即马起开始来起步，开始走嘛，也阁袂伤慢。就算是中年了后，才开始来挑战。若是开始训练，得到的健康会比定定伫咧走表的人阁较侪。
过来关心流感疫情，本来按算真正年了，才会大摊，即马煞提早。疾管署上新的资料，类流感的门诊急诊的人次，一礼拜拢总算算的有113000外人次，会当讲是其中新增加79例流感动症头的病例，是入冬以来上界多。另外新增加2例流感死亡的案例，一个是咧北部60外岁，一个是咧南部40外岁女性。过去有慢性病，也佫有癌症的症头，因为无注流感预防针，疾管署就呼吁讲，就要赶紧注，安尼才有保护力。民众等叫号看医生，门诊出现袂少的患者，原本预估流感会伫咧春节的前后才会进入流行的高峰，无想到提早来报道。疾管署就表示，顶礼拜有2件死亡的个案。那2位后来也是检出就是感染了 A 型流感。那其中这位40几岁的女性是本流感季就是年纪最轻的。那她本身是有癌症的病史，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并发肺炎的情形以及后续的这个并发败血性休克而死亡。根据疾管署的统计，敢若是顶礼拜全台湾类流感门诊甲急诊都突破113000外的人，增加79例流感并发重症，创下入冬以来高一个礼拜的新高。其中最近4个礼拜，总共发生83件流感族群的感染，地点出现伫咧学校上济。若这2件流感死亡的个案是有癌症甲慢性的病史。拢无来接种这个疫苗，医生提醒6个月以上未满9岁的囡仔，若是头一遍来注这个疫苗，让4礼拜了后，会记得来补注第2剂疫苗，保护力才有够。流感疫苗是不活化的疫苗，所以可以跟其他的常规疫苗一起施打。那可以，例如说，施打在不同的部位，轻微的呼吸过敏的症状是可以施打的。不过，如果担心的话，还是请医师评估。一直到5号为止，全台湾公费流感的疫苗接种数已经超过400万剂，也阁有190多万剂，嘛已经全部拢到货啊，会当来注。疾管署呼吁符合公费条件的民众，也是爱把握时间赶紧来注。记者综合报道。跳完一个广告了，要带大家去配合看看咧。配合一年一届万紫菜季节又过来啊！鼓励大家拿万紫菜，拿扣本数1.25，忘拿减税扣。让我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超乎想象，颠覆经典，今年绝不容错过的降妖喜剧《花游记》，看帅气孙悟空如何爱上美女唐三藏。你怎么算准我刚洗好就立刻召唤？他们之间痴痴的爱又是如何让牛魔王气得牙痒痒？再从头来一次！你少动歪脑筋！南韩史上最鲜的卡司即将登场，1月13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当人民头家。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带大家去配合来看一年一届万紫菜季节又过来啊！拢总200外民众坐小车船来到高波斯，因阿邀伫咧万紫菜，看起来经验真地道，也佫会家己做希望啊，家己做手农和做草鞋。这几年因为配合海面的本数较济，县政府即马考虑讲，互民众免费来到这个所在来买菜，也佫会当减扣本数，减碳外劳啊，1.25忘拿减税扣。海的几落车船为高波斯的方向驶去，配合一年一届的紫菜收成季开始啊！
200外的民众去你桌顶的泡饭落，大家都拢做伙开始焖紫菜。莫想讲焖紫菜就敢若压落去，用手来焖这么简单。看卖啊，较有经验的民众，我家己做的希望手落啊，佮青草下，手落啊表面真粗，互人会当焖更加侪紫菜。啊，唔捌放过啊，就是把它抓起来呀，处理啊，这天较细啦。专业甲无专业？今年安尼收哦，一本收3、5，嘿啦，啊，但是吼，要卖人都少，所以有厉害了，慢的无济。想要焖紫菜，唔若爱提早报名，一个人阁爱交1000块。今年县政府因为澎湖威海的冲起来本数真济，考虑开放予游客免费来体验，唔过爱斗3共拼环境。要赶过年，今仔年底来的复国起风哦，所以趁今仔天气好，先第一遍来休闲，让有兴趣的人来进滩以后，顺便采紫菜，体会一下我们的野生紫菜。受到天气的影响，今年紫菜产量减少，印尼紫菜收的价销一斤差不多是300块，今年起到要400-500块。嘛，后班紫菜的民众会当趁过年前来探瓜外罗啊。记者综合报道。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同款是无共的手路料理。这间烧饼店的头家蔡金国，本来是拍铁工厂的头家，专门咧做白铁煮食的技师。落尾因为生意真歹，订单减真济，才会改道和师傅学这煮食的来卖火炭烘烧饼。店里这个饼拢是直接发酵，无用发粉。像讲上出名看板三角饼，敢若小可改良尔，用这个面册无加鸭味料，包葱仔入去内底，搁再用火炭来烘，会当食到面粉，也搁有葱仔的香味，口感吃起来外口圆酥酥，内底圆嫩嫩。太热没办法装盒子了。好，130。太热反而会造成里面的馅有没有比较容易变质。一捆头就买10粒，伊的外皮过白膜啊，内底是有简单的猪油甲葱仔做内餡，这个好吃佮刷脆的咸酥饼，互消费者安尼吃一遍都会叼嘴。它们皮就是很酥，然后吃起来口感很好，超级无敌好。然后那个馅就是咸度又够，葱又多。我开始吃就已经10年多了，然后平均大概每一个礼拜都会来这边光顾一下。中球度面粉甲倒落去夹，再搁用打烘好的滚水含冷水烧淋落去烹面糊。用这种烫的面都叫烫面。对，这个就是纯粹是烫面，你没有发就是叫烫面而已。它热水烫了之后，那个面粉它本身有蛋白质，蛋白质会产生热变性。热变性之后，它就会产生我们那个嚼劲会变成不一样。经用这落烧水来甲做烫面，面粉甲泡搅匀了后等发酵，再搁甲掺豆面落去烹第2遍，买手送入去冰箱冰20点钟了后，就要来掺这个鸡粉甲冷水来做第3遍的烹面糊。都爱予面糊安尼有小可干尖的状况，安尼口感才会好，嘛上有香气。不过这个面糊到底是有好还要袂，这拢爱靠头家蔡进国这支好片师的片来甲片才会知影。味道还不是最香的，我这个面比较软，所以你在做的时候有没有，它要在那个它面还有筋的状态下就把它完成。包一大碗的青葱仔做内餡，再搁紧来甲包面，搁甲卤汤水，安尼膜仔才过会调，搁甲切到平大，安尼这个三角饼就会当准备落去烘咯。木炭在走有没有？然后我们在下锅的时候，它从第一个这样子慢慢贴过来。先进去的，它呢这就已经等于在烤了。伫咧20年前，蔡进国阁是一间铁工厂的头家，专门咧生产迄落史典尼式的厨房用品。不过尾也景气无好，工厂阁甲收起来，才来含师傅学做烧饼。不过对做食伊拢无经验，做着嘛是劳心苦钱。制作之后，自己真的去接触了之后，才发现说哇，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我都以为说经过了20年，我已经忘记。因为有时候就有些事情真的是不是能够讲得出来的那种。伫个心内上感谢的，要是阿姊甲姊夫，就算讲开业已经20年啊，生意嘛算讲真稳定啊。伊嘛是真坚持安尼，照起工，逐工都做12点钟以上，做到了客人的微笑，还有我们内心的快乐。翁仔某2个小敬小甜，来做出这款俗价的炭烘烧饼。虽然讲看到真朴实，阁袂奢侈，不过每一喙甲食伫心内，拢会当感受到蔡进国甲郑朝辉的用心。
记者综合报道。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超乎想象，颠覆经典。今年绝不容错过的降妖喜剧《花游记》，看帅气孙悟空如何爱上美女唐三藏。你怎么算准我刚洗好就立刻召唤？他们之间痴痴的爱又是如何让牛魔王气得牙痒痒？再从头来一次！你少动歪脑筋！南韩史上最鲜的卡司即将登场，1月13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当人民头家。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为我们发声。1月11号，让我们一起决定台湾的未来。决战2020，开票看台视。明晚11点，《延禧攻略》精彩最终回。放轻松，我一点都不简单，他一定会来的，一定。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喜不喜欢叶罗莎？我什么时候否认我喜欢她？信徒本来就不会平白无故从天上掉下来，要靠你的双手去争取才能拥有。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表达我的心意？从现在开始，我会让你知道，你就是这么值得被珍惜。我要追求你。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到底是谁一舟走水，视而不见？这就是谋逆！爱你的人你不珍惜，不爱你的人你视若珍宝。皇后娘娘，我才是傻子，是天下最傻最蠢的女人。明晚11点，《延禧攻略》精彩最终回。感谢罗琳雅塑身衣冠名播出。用管子将湿的卫生纸球吹出之后，需粘在米老鼠的耳朵上。好，这个给你。有注意到弹道，你不要，你不要，爹呀，卖剩啊！他就是要你死，他就是要你死！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感谢福尔6合1冠名播出。台式红白给你超梦幻卡司，超级有效。超级天王天后。超豪华卡司都在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最温馨、最励志的热血大戏《女兵日记》剧情即将进入尾声，海军陆战队为期8周新训即将结束，经历了欢笑、泪水、汗水，训练让你们从蝌蚪变成青蛙，您一定不能错过。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 coming soon。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超
超乎想象，颠覆经典。今年绝不容错过的降妖喜剧《花游记》，看帅气孙悟空如何爱上美女唐三藏。你怎么算准我刚洗好就立刻召唤？他们之间痴痴的爱又是如何让牛魔王气得牙痒痒？再从头来一次！你少动歪脑筋！南海史上最鲜的卡司即将登场，1月13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当人民头家。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为我们发声。1月11号，让我们一起决定台湾的未来。决战2020，开票看台视。明晚11点，《延禧攻略》精彩最终回。放轻松，我一点都不紧张，他一定会来的，一定。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喜不喜欢叶罗莎？我什么时候否认我喜欢她？信徒本来就不会平白无故从天上掉下来，要靠你的双手去争取才能拥有。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表达我的心意？从现在开始，我会让你知道，你就是这么值得被珍惜。我要追求你。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到底是谁？一舟走水，视而不见。这就是侯你！爱你的人你不珍惜，不爱你的人你视若珍宝。皇后娘娘，我才是傻子，是天下最傻、最蠢的女人。明晚11点，《延禧攻略》精彩最终回。感谢罗琳雅塑身衣冠名播出。用管子将湿的卫生纸球吹出之后，需粘在米老鼠的耳朵上。好，这个给你。有注意到弹道，你不要，你不要，爹呀，卖剩啊！他就是要临死，他就是要临死！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感谢福尔6合1冠名播出。台式红白给你超梦幻卡司，超级有效。超级天王天后。超豪华卡司都在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这是世界规模上界大冰雪节——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结合到冰雕展览，为全世界各地来的冰雕艺术家，把规个哈尔滨点定做白色囡仔故事的世界。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